顺代先生的内力第8章。当你祈祷的时，就入你的幕房，就你的爸监察伫稳捌的报答你。马太6章60。当你禁食的时，无予人看见你在禁食，是予你住伫稳捌的爸看见。就你的爸监察伫稳捌的，要报答你。马太第4章17节、18节。伫1912迄年，顺带捌经过一件事，因为伫逐项伊要对主耶稣学伊的模样，但爱亲像主40日久禁食。在想若趁迄个法度，阮党会加添灵魂达顶好的福气，也甲耶稣有较亲密的交陪。当迄时拄到一个天主教的医生，就甲伊参详所要做的事。迄个医生爱阻挡伊讲，身躯袂堪得，行了会死。总是顺带的心，真意爱安尼行。所以医生要紧问伊的名姓甲住所，毋拄好若丧失性命，才有路通知亲戚朋友。等因两人离开了后，顺带就去伫树林偏僻的所在，伫遐甲主相交陪，煞禁食，迫切祈祷。顺带知影日过日，愈久愈难，就捡40粒石头，逐日迄甲一粒来算伊所经过的日的数额。阁无偌久，拢袂听到外面的声，目睭也暂时失明，简单倒伫涂骹，虽是精神，毋过袂讲出半句。伫迄时，耶稣无放杀伊的奴仆，身躯若无力，身魂若亲热来得到重生的活命。也对迄时以后，魔鬼较无路通用义血来害伊的心，还未到伊所按的日期，伊互错得的人找到，因看伊所穿的衫，才知伊是圣人，就将伊扶到摊仔内，甲伊扛去较近的所在，对遐有人，互伊坐车到朋友因兜。对伊所经过的事，甲伊相捌的人，拢袂认得。不过，看伊的名写伫新约的圣册，才知影，就真小心顾伊到好起来。本人所拄到的医生，捌听到风声在报师傅顺带先生đã死啦，伊就连边寄电报通知伊的朋友知。几若个新闻报捌写伊的小段，伫新六的教会遐个会友也组织来纪念伊所做的工。到4月，顺带阁去行到新六，有人伫遐看伊，若亲像对死阁活。检采有人看顶面所写的，较有交疑的所在，在想伊太安尼超工禁食，煞害身体到遐尼难，减有利益伫地嘛。但伊本身才有迄个大利益，看伊的好朋友尚且毋敢嫌，何况咱自然较毋敢批评伊的所做。禁食的了后，身躯好好勇行。顺带伫1913迄年热天的时，就搁去西藏住6月日久，倒转来伫印度的北方宣传道理。倒伫迄个北头的交界，有几若个邦国。较要紧的是尼巴利、尼泊、锡金、锡钦、不丹、不但、
达国有因的王伫掌管百姓，遐国千千万幸，大对着耶稣教。列王真严来禁外国人入因的境内传道理。伫1914年，顺带入尼巴的邦国，虽然伊知影去遐稳当会拄着困毒，却丧失性命也假，还故伊靠上帝好胆进前去。有人爱阻止放掉要害伊，总是伊捌伫几若所在传播。无偌久，遐个时代出命令，就掠顺带甲伊关落家，伫遐甲达顶号不法上歹的三较大无分别。顺带未免伫大体贴因的艰苦，就顺机会讲道理互因听。真侪听伊所传的好消息，就是耶稣临到世间来救人迄层的道理，就欢喜承受来接纳救主。有人去报迄个时代讲，顺带伫加罗底宣传，做番也捌来信真理，大家大受气，拖伊出到公共的市场。伫遐真强恶的款，脱伊的衫，勉强伊赤体坐伫土里，刷光伊的骹手伫擦光里，地到袂坐，也袂倒直，身躯真艰难屈足，踮伫迄位一日一暝，无人怜悯将社会互伊食，连一滴仔水来止渴，因也毋互伊，反正要互伊担当第一大艰苦，就放5旗偌济马扫伫伊的身躯，直直输伊的血，到今仔日遐热还伫地。伊才亲像保罗通讲，我的身躯有带耶稣的分热，真侪为雷戏人欢喜看伊受苦，无半人可怜将水互伊啉。论到迄时所经过的凄惨，伊捌做干净讲，当时我满心欢喜，未免伫吟诗煞讲道理。迄暝因为血哪无，伊的气力就哪衰微。不过到天光，伊还有性命。迄时对着看伊的面貌，平平安安的款，因真惊吓，掠伊的确有啥物奇异的关联，就放伊去。放了，伊暂时毋知人，后来伊若精神稳稳啊爬离开迄个所在，到一庄有信主的人，因却是暗静做学生，毋敢互人知。不过因欢喜接纳顺带，真得伊照顾，到伊的气力较照顾。顺带有时捌五牛人拄着信耶稣的人，就知伫逐所在上帝有伊的百姓，通照光伫黑暗的世界。